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？因为独你有是圣的，万民都要来你面前敬拜，因为你的公义作为已经显明出来。主啊，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你们也要荣耀的名。来，就是这个时刻，你我预备好了吗？这个时候，我们一起请弟兄姊妹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就是这个时刻，我们一起来。神已拣选我们，神已预备我们，我们一起来拍掌，带着神的爱，宣告盼望在这时代，领受这大使命，这谦卑聆听，跟随他脚步，将福音传到世界的尽。就是这个时刻，我们一起来。就是这个时刻，带着主爱，走遍世界各地。我们说他是的，万民都要归向你。就是这个时刻，带着烛光，照亮黑暗之地。大声宣告耶稣是主，万国都敬拜你。神已拣选我们，来更多的掌声在上帝的面前。神已给我们，带着神的爱，宣告盼望在这时代，领受这大使命，这谦卑聆听，跟随他脚步，将福音传到世界的尽。我们一起来，就是这个时刻，就是这个时刻，带着主爱，走遍世界各地。我们说他是的，万民都要归向你。就是这个时刻，带着烛光，照亮黑暗之地。大声宣告耶稣是主，万国都敬拜你。就是这个时刻，一起来。就是这个时刻，带着主爱，走遍世界各地。我们说他是的，万民都要归向你。就是这个时刻，带着烛光，照亮黑暗之地。大声宣告耶稣是主，万国都敬拜你。就是这个时刻，不再迟疑。就是这个时刻，勇敢前进。一起来，就是这个时刻，不再迟疑。就是这个时刻，勇敢前进。以生命见证耶稣他活着。就是这个时刻，一起来。就是这个时刻，带着主爱，走遍世界各地。我们说他是的，万民都要归向你。就是这个时刻，带着烛光，照亮黑暗之地。大声宣告耶稣是主，万国都敬拜你。就是这个时刻，一起来。就是这个时刻，带着主爱，走遍世界各地。我们说他是的，万民都要归向你。就是这个时刻，带着烛光，照亮黑暗之地。大声宣告耶稣是主，万国都敬拜你。就是这个时刻，就是这个时刻，就是这个时刻。我们一起来
就是这个时刻，你我都预备好了吗？就是这个时刻，你我都预备为主所用了吗？主，我感谢你在我生命过程里面认识了你，经历了你，也决定一生献给你，将自己完全献上，毫无保留在神的面前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。我将自己完全献上，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，所有的悔恨，一切的成长，无论苦与乐，都交托给你。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。主，我献上一生给你，愿我赞美神奇，能成为馨香火祭。我献上生命给你。请弟兄来唱。过去的事，我们可以去思想这首歌的意义，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，我所有希望，我所有计划，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。我们一起来，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。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。主，我献上一生给你，愿我赞美神奇，能成为生命给你。我献上生命给你。这时候，我们一起来敞开心怀，自由敬拜全能的上帝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谢谢你，主耶稣，主，谢谢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。是的，主耶稣，因为你的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全人全心的来敬拜你，毫无保留的在神的面前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耶稣，谢谢神。主耶稣，愿神的恩典、你的爱常有同在。主，谢谢你，主耶稣，因为我们是不足的、软弱的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耶稣，我们愿意让我们自己为神所用，为神一切所用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神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耶稣，谢谢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。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。主，我献上一生给你，愿我赞美神奇，能成为馨香火祭。我献上生命给你。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。主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。主，我献上一生给你，愿我赞美神奇，能成为馨香火祭。我献上生命给你，我献上生命给你，我献上生命给你。是的，主，愿我们全人全心都交托给你，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全然为主。让我们学习眼光、心思都全然交托给神，来放下自己所抓住的，全然交托给神，你自己放心交给神，让神来掌管我们的一切。
这个时候，我们一起用心灵来唱这首《全然为你》。我的眼光和心思，单单注视你，哦耶稣，随着你心律动，甜蜜的灵来充满我，放下为自己抓住的，放手交给你，我的主，我愿使你欢喜，对你的爱不断永留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无悔的付出，只愿你心的满足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。我的眼光和心事，单单注视你，哦耶稣，随着你心律动，甜蜜的灵来充满我，放下为自己抓住的，放手交给你，我的主，我愿使你欢喜，对你的爱不断永留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无悔的付出，只愿你心的满足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我们起来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无悔的付出，只愿你心的满足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膏倾倒，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。是的，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在我们生命过程里面认识了你，经历了你。主，让我们学习把所有的眼光、心思单单的注视你。主，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，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服侍你，怎么样全心全意的来服侍神。谢谢神的恩典，也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与赞美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在神的面前，带领帮助我们。谢谢主，孩子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阿们。